歡迎收睇堅亮點，我係生亮。第二屆學警預備訓練課程結業會操於上週六喺香港警察學院舉行。日前，學院安排咗2位應屆結業學員同1位首屆畢業並已入職警員分享投考心得。阿子係首屆學警預備訓練課程嘅畢業生，結業後佢隨即成功投考警隊，現為分區巡邏小隊警員。首先係因為曾經我都俾人溫暖過，所以我都想要溫暖更多人啦。最令我有印象嘅話，我想同大家分享我第一日落隊嘅時候，就係發現有一個獨居老人死咗喺佢個單位度啦。咁後尾我哋就要通知佢嘅家屬啦，佢家屬就同我講咗一句說話，佢問我：咁我爸爸走嘅時候有冇冚被啊？佢凍唔凍啊？佢嘅呢一句說話令到我明白，有陣時我哋做警察喺面對生死係必須要經歷嘅嘢嚟嘅。咁最重要係要明白，因為嗰一刻對於家屬嚟講啊，係佢哋對於去世嘅人係最後嘅記憶嚟㗎啦，係好珍貴嘅。你報告嘅嘢可能我哋真係需要啲溫暖啦，喺嗰一刻我明白到，同埋佢哋後人嘅感受真係好重要咯。嗰一刻令到我明白，所以呢一單 case 我想分享俾大家知咁。曾居住日本7年，任職汽車維修員嘅阿 Jack，因為見到當地嘅治安問題，毅然放棄喺日本穩定嘅職業發展，翻嚟香港報讀學警預備訓練課程。新宿啊、涉谷嗰啲比較人口混雜嘅地區咧，係會比較亂嘅。我對呢個汽車結構啊，同埋裏邊嘅嘢我都會比較熟悉啦。咁我有信心我可以利用呢啲知識咧去維持翻香港嘅交通治安啦，打擊呢個非法改裝等等嘅。喺香港土生土長嘅巴基斯坦裔學員李都滿，期望擔當警隊同非華裔社群之間嘅溝通橋梁。我想成為警察嘅最主要嘅原因係因為我希望可以透過嘅語言能力，能夠成為警隊與非華裔之間嘅溝通橋梁。咁我係可以好流利講廣東話、英文、Urdu、Punjabi 同 Hindi 嘅。咁我真係小學嗰時咧係有試過喺報案室幫一名警察同埋一名巴基斯坦女士去成為咗佢哋2個嘅溝通橋梁，幫佢哋翻譯過嘅。咁嗰日之後呢，我就真係好想成為警察啦。不學警預備訓練課程嘅學員可以通過警察輪轉程序成功修畢課程，隨即可以進入警察學院接受基礎訓練。